新明星6月4日会请这人狮来表演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按算伫咧11月12、13，邀请全台湾北中南各共27组师傅级的狮阵、虎阵，伫树林区的台湾戏曲中心绕境表演，要招民众做伙来体验。 人狮表演伫台顶顶幸福卡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，按算伫11月12开始举办第2届大型顶头汇演，虎狮派对，希望民众做伙到热烈。 我一直认为说，阵头其实是可以让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舞台，所以彩街其实可以走出原本表演的舞台，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。这点林表示，这届找来台湾北中南27组有特色的顶头，亲像由老师傅传承狮头工艺，沙林堡自立兴安金狮团，就是以泥塑纸糊、顺手工的狮头出名，嘛已经登录加做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。迄天有40档的传统狮头，嘛会出阵表演。 不是台湾狮，是闽南狮，闽南狮，然后结合的形跟意，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。可是现在老师傅一直慢慢没有传承，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没落，一直没落。关注表示，希望将保存的文化结合创新，后民众通看到无同的人狮。团结中心也表示，12、13两天的活动，除了会以树林戏曲中心出发绕境，嘛希望透过顶头欢庆祈福，互更较侪民众入捌传统技艺。记者伫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